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不要數款高高狗好不應該很拎住一款。我現在在的地方呢，我身後這個北部浪餐的水源頭哦，有一家人他是用浪餐，他個牛腩、內板、鴨腿、內板加條鴨，到底係用慢種的嘞？我們現在一起來去看看。老闆，到底你的這個豆芽菜是種在哪裡啊？今天看就有秘密，真的，怎麼感覺這好密密集集，全黑的？可以來看一看。好，進去看看。好，豆芽小王子，我們進來這裡面，燈光為什麼要調得這樣子，這麼暗，而且還有點綠色的燈在那裡？對啊，因為我們那個綠光啊，是防止綠豆芽變成綠色，會長綠葉。但是呢，重點來了，就是在我左手邊這個，這就是已經長出來的豆芽菜。哇，剛才那個噴出來的就是你們的山泉水哦。對，沒錯，就是我們山泉水。一般我們吃到豆芽菜啊，有什麼不一樣？因為你這號稱是牛奶豆芽哎。對，沒錯。一般的話，他們就是可能用自來水啊，就是很普通的水，然後他們也沒有用乳酸菌，可能加一些可能化學物質下去抑菌啊。真正就是用天然方式栽培出來的豆芽菜，它是這麼長的，甚至根有時候比它的本體的部分更長一些。剛才提到啊，老闆你是用這邊的北埔冷泉嘛來種豆芽，那這個泉水的客家話你會講嗎？泉水，泉水。哎，這是什麼語言？餐水。餐水。因為呢，你種這個芽菜跟別人不一樣，就是加了牛奶，就是牛奶的客家話就叫做牛奶。牛奶。牛奶，你們是用泉水來孵豆芽，對不對？對。所以這句話客家話就是叫做用餐水。用餐水。來發條鴨。來發條奶。好，我們今天借着今天的環境，認識了新的詞，來複習一遍吧。來看到第一個詞就是泉水，餐水，餐水。第二個呢就是牛奶，牛奶，牛奶。第三個，來學到一整句話哦。來看到這句話就是用泉水來孵豆芽，用餐水來發條鴨，用餐水來發條鴨。你們都有學會了嗎？下一次自己去品嘗看看，用泉水種出來的豆芽菜有什麼不一樣嘍？下次見，拜拜。